哇！至少50萬就可以上車呢套珠海界養老天花板啊！360度無遮擋，山海公園景一覽無遺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666，或者加我微信，馬上約睇樓。而家睇一個163平方嘅4房2廳3衛2個套間。我哋而家入去睇睇啲格局。哇！呢個廳咁大嘅，然後中西式嘅廚房。先睇下我哋啲無敵景觀啦。無遮擋嘅中山公園景觀，啲豪景，最前面呢就海景，全部都唔會再有遮擋噶啦。好啦，接下來我哋去睇睇啲房間啦。均十分利嘅洗手間，最細嘅客房，景觀呢係睇城市景觀嘅。再睇一個套間啦，最後睇返2個套間。先睇大嘅套間啦，大嘅套間呢配埋衣帽間同浴室。呢邊嘅套間係睇城市景觀嘅。最後再睇返一個細嘅套間，呢個細嘅套間，細嘅套間景觀係睇返個中山公園嘅景觀嘅，都係冇遮擋嘅，好舒適。